看着老何的眼神，老李想到了从前的自己，这一刻他是羡慕的，因为他早就丢失了这样的勇气。回屋后，老何没有丝毫犹豫地杀死了军官儿子，然后他让小贤从大门出去，自己和老头从下水道逃跑，因为外面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。안 될 게 뭐가 있어. 상해에서 다시 만날 텐데. 미라보에서. 우리가 다시 만날 수 있을까? 당연하지. 거기서 내가 남편이고 당신이 아내였잖아. 告别前，老何轻轻吻向他的脸颊，儿女情长终究被乱世左右，他们只能在的代价是沉重的，而另一边老李也被送上了军事法庭，但因为拿不出足够的证据，最终被无罪释放。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情况写实。可老李这天正在街上购物，却在隔壁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想到自己当年可是救了他一命，老李便想上前找他叙旧。可来到一处庭院，他却只看见一个陌生男子。于是他转头想走，可这个人他却越想越熟悉。再回头一看，居然是当年被他枪击的队员。老李害怕的直往后退。而这时小贤也出现在了后方，看着他用枪对准自己，老李脸上写满惊恐。他这才意识到10年前那个人竟是小贤。해방될지 몰랐으니까 얼른 그랬겠나.老李踉跄地爬起，他或许永远都不知道，抗战绝不是一时的勇气，而是明知是刀山，却能义无反顾的气魄；明知是火海，却有赴汤蹈火的觉悟。而正是这样向死而生的精神，才造就了一个民族的强大，才能令敌人为之颤抖。旷野的狂风裹挟着战争的无情，金色的夕阳映照着时代的终结。听见不远处传来胜利的庆祝声，但小贤眼里却没有喜悦，因为记忆仿佛定格在了10年前的某一天。那一天，他轻轻搂着他的肩膀；那一天，他像个孩子一样边唱边跳；那一天，他微笑着，可泪水却早已染红了双眼。